英国广播公司 BBC 周二发布调查报道，指出多名东突厥散集中营的幸存者表示，他们在押期间经历、目睹或被迫协助当局强奸、性侵或酷刑折磨维吾尔女性。另有一些曾在营地工作的人也不同程度地证实了这些情况。BBC 采访了多名东突厥散拘留营的幸存者和前警卫，他们表示在营中亲身经受了这些折磨，或看到了大规模强奸、性虐待和酷刑的罪证。托尔须纳伊曾被关在集中营中9个月，他对 BBC 表示，每晚都有女性被从牢房带出，并被一名或多名蒙面男子强奸，他自己也遭受过这样的折磨。郭尔拉兹阿瓦尔汗是一名哈萨克女子，她在营中度过了整整18个月的时光。她对 BBC 说，自己被迫剥光维吾尔女子的衣服，给她们戴上手铐，然后让她们单独和中国男子在一起。郭尔兹拉说自己无力抵抗，更无力干预。另一位被迫在集中营工作的教师萨乌提拜告诉 BBC， 强奸很常见，看守会挑选他们想要的女孩和年轻女性，然后把她们带走。一群维吾尔人带着被中国非法拘押的家属的图片，在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前开始寻求家人的活动。1个月以来，这些人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举行和平示威，以要求中国当局提供东突厥散被拘押或被失踪的亲戚的消息。但是中国领事馆不仅不接受他们的申请，还试图阻止他们的行动。土耳其维吾尔人米尔扎阿赫迈德代表该团体发表讲话说，我们将继续在中国大使馆前的活动，直到兄弟被释放为止。我们有5199人的档案，他们在东突厥散被非法拘押或被强制失踪。我们已将这些档案带到了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，但中国当局不接受。他表示，被关押在中国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受到酷刑、性侵和强制绝育等不人道待遇。他说，我们将抓住一切机会，揭露中共对维吾尔人的反人类罪行和种族灭绝。如果中国将自己视为法治国家，必须释放被关押在集中营的数百万维吾尔人。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后，该国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季和总统便遭军方扣留。缅甸政变发生以来，国际社会谴责多，行动少。不过，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不同看法，联合国安理会在周二召开紧急会议之后，未能就谴责缅甸军事政变发布声明。中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拥有否决权。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美国总统拜登当局重返核协议，称机会之窗正在关闭。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谈到前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推出伊朗核协议时，对拜登发出呼吁，美国该迅速采取行动以恢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。拉万奇指出，在伊朗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使用核协议之前，华盛顿解除制裁的机会正在耗尽。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拉万西在接受今日美国报独家采访时说，我们已多次表示，如果美国决定重新履行其国际承诺，取消对伊朗的所有非法制裁，我们将重新全面执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，而这对各方都有利。澳大利亚博斯森林大火仍在持续。在澳大利亚博斯市持续的森林大火导致超过1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毁，受损房屋数量升至81。西澳大利亚消防和紧急服务部检察员彼得·萨顿说，考虑到地形和恶劣的天气，约有500名消防员试图控制大火，大火可能持续1周或更长时间。萨顿报道说，熊熊大火烧毁了超过1万公顷土地，受损房屋数量升至81。